Hello，大家好。半山呢邊咧舊樓比較多，尋寶咧都唔係咁容易。今日咧帶大家咧參觀一個咧喺半山已經翻新過嘅屋苑，而且個人覺得呢個單位咧性價比係極之高。呢個係屬於一個高層單位，而且望出去咧望到一個開揚嘅海景。今日參觀呢個屋苑咧就位於半山嘅西角，咁成個屋苑咧已經完成咗翻新㗎啦。呢個屋苑咧最大賣點咧係有兩個出入口，喺般咸道呢個出入口咧可以咧平路5分鐘咧就可以走到地鐵站，有呢個半山嘅專櫃，亦咗啦有呢個平面可以行到去地鐵站咁方便嘅優勢。咁入到嚟咧呢個單位咧係一個1051尺嘅一個單位，咁可以見到咧成個單位咧客廳、飯廳咧都係間隔比較方正，而且咧長直廳嘅設計咧可以見到咧分開咗飯廳同客廳，另外兩邊咧可以見到每一邊嘅空間感咧都係非常巨型嘅。喺飯廳咧側邊咧本身已經預留咗一個工人房嘅位置啦，再過到嚟客廳呢邊咧可以見到客廳仍然都好似頭先片頭所講咧個空間感係非常好嘅，可以見到咧呢個梳化位同呢個電視機喺呢度咧係非常寬闊。咁再梳化位咧望出去咧，由於呢個高層單位啦，所以望到一個非常開揚嘅海景啦，同埋一個前面嘅公園景。當入到嚟廚房呢邊啦，咁成個單位咧廳大房大，咁咧廚房呢邊嘅空間咧都係十分唔錯。但係成個單位咧，老實講要全新裝修噶啦，因為呢啲咁嘅幾十年嘅樓咧，通常裡面咧都冇乜裝修。而家最難得咧就係呢個廚房咧，仲連接住一個戶外嘅露台空間啦。喺呢度咧可以見到前業主都擺咗兩張凳喺度啦。之後我哋嚟到睡房區啦，咁咧右手邊咧本身有一個客廁嘅地方，可以見到呢度咧都擺咗好多嘢，都仲有好多空間啦。咁呢度1051尺，我覺得呢個舊樓咧比其他單位嘅實用程度咧還要高嘅。咁入到去咧就係另外3個房啦。咁3個房咧，其中2個咧同客廳一樣啦，屬於一個望海景嘅前方啦。其中另外一個咧就望山景。首先我哋嚟到第一個房嘅位置啦。咁咧啲保威角咧都係出名實用噶啦，可以見到咧呢邊咧已經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啦。細房咧竟然都可以做到一個3邊落床之餘咧，側邊咧仲有俾你有位咧擺其他空間擺書台啊之類嘅。之後我哋睇第2間向南嘅睡房啦，咁呢間房咧同樣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2排衣櫃啦，兩個細房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都真係非常難得。咁呢間房咧景觀就差少少，會俾對面座遮住，但係咧斜望咧都係望到一個少少開揚嘅山景。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呢邊咧。就真係一個大字，非常巨型。因為你見到呢間房咧，本身已經唔使擺衣櫃，因為呢度咧已經預留咗一排好深嘅衣櫃嘅位。咁咧呢度咧同樣咧係有一個，其實有2面玻璃嘅，不過可能咧玻璃太多咧，咁呢邊咧就封咗一邊，咁留翻一半咧做一個對流窗。呢度咧中間擺一個3邊落床之餘咧，側邊咧做好多空間擺自己私人嘅物品啊，或者梳妝台。同樣咧呢個係一個高層海景啦，望出去咧都係一個好開揚嘅海景。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嘅朋友，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影片可以多多支持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